而家慢慢揾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可以坐喺凳度、坐墊或者跪凳度。如果你坐喺凳度，試下唔好挨住椅背，讓腰背自然垂直，頭頸背自然成一直線，坐直但唔僵硬嘅。膊頭打開放鬆，往下沉低，讓自己嘅坐姿感覺莊嚴而自在，同時保持清醒。如果你覺得合適，可以合埋眼睛，或者輕輕垂低視線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呼吸上面，感受腹部呼吸帶嚟嘅起伏。吸氣時個肚微微脹起，呼氣時微微沉低。細心留意每一個吸氣嘅感覺，每一個呼氣嘅感覺。記得並冇所謂正確嘅感覺，就只係需要留意呢一下吸氣，呢一下呼氣嘅感覺。唔需要控制呼吸，只係自然咁呼吸。可能你會發現思緒游走咗，唔喺呼吸度，咁係好正常嘅事。我哋嘅腦就係咁樣運作，呢個唔係錯誤，唔係失敗，而係練習嘅一部分。當你覺察到個心走咗，就只係溫柔咁承認，原來個心飄走咗。每一次你發現到思緒游走咗，其實已經係一種覺察，記得呢個正正就係練習嘅一部分，讓自己留意下係乜嘢將你嘅注意力帶走咗呢？留意下當中有冇熟悉嘅主題。當你發現思緒飄走咗嘅時候，花少少時間留意思緒去咗邊度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度，讓呼吸成為你回到當下嘅錨。無論分心咗幾多次都唔緊要嘅。如果個心不斷飄走，我哋就一樣不斷帶佢返嚟呼吸度，重新開始。每一次吸氣都係一個新嘅開始。每一次呼氣都可以容讓自己放鬆一啲。我哋用跟住落嚟安靜嘅時間，繼續練習俾自己感受下呼吸嘅感覺，亦都讓自己留意下分心時個心去咗邊度，又感受下你嘅坐姿係點嘅。而家可以將注意力由呼吸擴展到整個身體，好似成個身體都一齊呼吸咁。留意下身體有咩感覺喺度，感受下坐喺度嘅感覺，身體同凳接觸嘅感覺，雙腳踏地嘅感覺，皮膚表面嘅感覺，身體入面嘅感覺。可以探索一下，將注意力收窄到身體某一個部位，仔細感受下喺度嘅感覺。
又可以試下將注意力擴展到去包括一個大啲嘅範圍，覺察整個身體，花啲時間探索一下將注意力收窄同放大帶嚟嘅感覺。而家我哋坐咗一段時間，你可能會發現身體會出現一啲唔舒服或者好強烈嘅感覺。你可以選擇有意識咁慢慢調整下姿勢，俾自己留意開始想喐嘅意識、身體移動嘅動作，同埋移動身體之後嘅感覺。留意下呢啲唔舒服或者強烈嘅感覺有冇變化，又或者你可以選擇唔特別去喐個身體，容讓自己靜靜咁觀察下呢個唔舒服嘅感覺。吸氣時可以將空氣送去呢個感覺強烈嘅部位，呼氣時從呢個部位呼出。唔需要去改變佢，只係用開放同好奇嘅心去探索下，感受下呢個感覺係點嘅。當呢個感覺唔再引起你嘅注意，可以將注意力帶返去整個身體，感受下呢一刻身體坐喺度嘅感覺。喺呢個練習結束之前，提醒下自己，我哋所追求嘅內在嘅安靜，唔係來自世界好靜，又或者個腦完全安靜。真正嘅安定，係當我哋願意容讓事物就係此刻嘅模樣，喺每個當下，每一次呼吸之間，慢慢咁培養心嘅安定。